她不是骗子，她是我尹思辰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童话是真的。顾西西日记。 之前看着尹太太挺清纯，对她还挺有好感。哎，你看，这个人日记上写的，哎呦，这简直毁三观啊！这不是尹太太吗？对啊，我之前看她还挺清纯，还挺有好感的。真没想到啊！躲开了，我早看出来他是个败家。就是看他那长相吧，就是为了钱来的。赶紧拍下来啊！这可是大新闻啊！这么没下限！天哪！还要我说呀，这个就是骗了尹家的人呗。没想到一个乡下来的捞女，不是把尹家的人骗得团团转呢。是这样的。赶紧给我关了！抱歉，尹总。大新闻，大新闻！快拍下来！不要在这儿，那边。莫总，这是尹思辰家事，你不应该管。那我就要看他被别人羞辱吧，我做不到。他是尹太太，他有尹思辰守护，但他也是我朋友。成为有钱人，日记马上写出来。思辰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成为有钱人。各位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，不管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在我这儿，就算用尽所有赞美的词汇，都不够形容她。她不是骗子，她是我尹思辰要用一生守护的女人。我爱你。